！Go！ 哇，Champion！这几次我们带那个 MMA 的世界冠军，就是参加蛮多活动，我发现他配合度蛮高的。下次找他爬101啊，他应该也是好。下来了！哎呦，哇！我很快哎。第二队卡斗队总共是6分27秒。我们看一下我们这一组的。我们这一组就是派出炮展先了。我的策略就是，如果等一下前面他们爬得顺利的话，那边有一块特别大块的，我打算坐在那边休息一下，再下来。对，快点，你已经打扰我等下休息的时间了。我们时间很多。